大家早晨，今日係4月29星期二，咁係4月期指嘅結算日。咁照呢幾日嘅股市嘅睇法咧，其實今個月嘅期指咧，好大機會會係喺挨近22000左緊水平咧進行一個轉倉同埋結算嘅。咁當然知啦，維穩嘅資金咧仍然係盡力去扶持，咁變咗個大市咧。雖然喺4月初旬咧曾經出現一個大幅度嘅急跌，但係既然能夠由19260翻上22000左近咧，即係顯示得到咧個大市嘅本身嘅走勢，暫時嚟講就唔算係太過差嘅。一陣再作分析，先睇睇琴日嘅市況先。琴日恒指早市咧先高開91點，去到22072點，之後咧亦都有少少拉鋸，一度低見21817，而大部分時間股市都係拉鋸喺呢個區間裏邊，恒指最後就收喺21971點，輕輕跌咗8點。不過值得留意，成交金額係進一步萎縮，只係得1690億。簡單講，個大市斷定喺22000咧，似乎嚟講係有無形之手喺度維穩㗎。但係問題就係佢係維穩啫，佢係冇一個策動個股市向上推升嘅個動力喺度。即係變咗咧，個大市暫時嚟講咧係咬緊22000左緊水平，但係你要作進一步嘅推進或者明顯嘅推進咧，唔係咁容易，冇足夠嘅動力，個股市點推升嘅係咪？咁4月份咧，其實個格局咧已經定咗㗎啦，係根本上係好難改變，因為個高位咧係1號嘅23456，低位咧就係9號嘅19260。6日之內係跌咗4916點，講跌勢係真係相當粗。結果個大市咧就出現一個報復式或者係一個快速嘅反彈，由9號嘅低位19260一路抽到去25號嘅高位22267，股市係回升翻3007點。如果從一個技術上嚟講咧，股市喺快速反彈當中升幅達到3007點係相當凌厲㗎。即係簡單講，佢亦都順勢咧回補咗7號遺留落嚟嘅大型嘅下降裂口嘅一大部分。不過仲有一段介乎22638點到22267點呢371點嘅下降裂口，暫時嚟講都係懸空喺度等補㗎。再睇埋移動線嗰方面啦，其實經過一輪嘅反彈之後咧，指數已經係成功。一路都走喺250天線之上啦，跟住成功收復咗100天線、10天同埋咧係20天線，剩翻嗰組移動線50天仍然擺住喺上面嘅。幾時先再能夠補到咧？我諗就唔係呢一兩日可以見得到嘅事情。簡單講，早個禮拜嘅成交金額都仲有2600億，近期嚟講咧已經落到去2000億都。琴日更加只係得1690億，即係話咧個市係維穩，暫時嚟唔需要擔心個大市會有太大幅度嘅逆轉。但係你要明顯嘅快放咧，以呢個動力係做唔到嘅。所以任何短線嘅炒作嗰啲咧，其實咧就由於個波幅個區間係比較細，咁買咗手貨咧，你隨時係轉唔到身嘅。與其係咁，不如就觀望算數啦。咁當然知啦。中線部署嘅好多都話個市定翻啲啦，可唔可以買翻啲貨咧？冇話唔得嘅，但係就唔好咁急進，因為既然個市係整固喺某個區間裏邊咧，意味着咧一段時期一個大市暫時嚟講係徘徊喺個窄嘅幅度裏邊，咁就唔使咁急進啦。況且全個市場嘅焦點而家都仍然睇緊特朗普嘅對等關稅嘅問題，對中國嗰方面係咪展開咗會談，或者會談嘅結果係點樣，大家都唔知道。因為事實上美方嗰邊咧就話咧係傾緊，但係中方呢邊咧就話未傾過，咁情況係點咧？大家都唔知道。反正事件一路仍然喺度咬緊，未見解決嘅話咧，股市嘅反應咧一般嚟講都會比較保守㗎。但係睇翻成個大市咧，股份真係個別發展，傳統藍籌係好多係咬緊個高台，但係就好難有太明顯嘅上升。反為一啲咧概念股份例如好似泡泡瑪特嗰度咧，係不斷咁樣創高位，咁令到個大市咧係充滿投機性啊！呢個大家就參與嘅時間真係要求緊安全帶嚇。好啦，早市分析就講到呢度啦。
咁啊，再申報，我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係冇持有頭先上述提及嘅股份同埋相關嘅權益嘅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大家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仲有記得要訂閱我哋菠蘿包工作室喎。訂閱咗之後，記得將個通知轉埋全部，咁樣先至會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㗎。